日本福岛的第一核电厂为去年8月开始，把含氚的废水漏入去大海。咱台湾嘛惊讲，这渔民掠的，或者是为日本进口的水产，敢会受到污染呢？即阵核安徽辐射中心正式启用咱台湾第2个生物氚实验室，要提升检测量能，保护百姓健康。实验室人员切好鱼肉，准备冷冻速达来提取鱼肉的水分，要以水分样本来检测是毋是有氚。核安徽辐射监测中心伫高雄的生物氚分析实验室17正式启用，主要检测渔民掠的鱼仔，也是日本进口水产品的氚含量。未来每档会使检测400件。因为氚它本身的那个射程很短，在空气中它大概只能走大概0.6公分的距离，所以它不容易被侦测。那另外就是说，鱼体内的水分如何把它取出来，也需要比较复杂的前处理过程。去年8月开始，日本福岛第1核电厂分配将含氚废水排入去大海，为监测排放的状况，把关民众健康。除了现有的国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、核安徽辐射中心甲高雄市卫生局6月拢分别成立生物氚实验室，未来检测量会使对每年500件提高到2000件。主要会针对那个组织态、这个自由态的这个氚。那国研院那边目前也已经建立结合态的氚，那这个就是看未来量能怎么样，那有没有需要大家再进一步来建立这个有机态的氚。将有加持有的样本放入去机器内底开始检测，对采样甲完成分析大约需要3天的时间。辐射中心表示，相关检测资料拢会公开放伫放射性物质海液扩散海洋资讯平台，互民众随时掌握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